吼，咱真就是讲有迄抓皮啊，啊即个，咱讲的讲，用动物的皮啊去做的，啊有用纸来去做的，但是不管咱咧讲要甲写中迄个中心的表达，若写袂着呢，连名夫子咧讲啊，若要写钱的人，就爱先正义，啊人若赢的人，伊阁袂甲折图，伊阁拢家己反求自己心，所以圣灵讲文主名夫子，伊咧讲文虽然有无啥啥，但是伊的意境、伊的含义，要安做，其实拢相同的，吼，伊拢相同的，所以伫这当中，毋免问别人做对毋对啦。毋免问别人做对毋对，咱迄个中心点呢？中心点爱紧会着，毋是去烦恼别人，安尼讲吼，拢咧烦恼别人，去挽别人的草，吼，人的园仔草共挽，啊，家己的牛面草煞无口，吼，安尼足悲哀呢。因为修学道，听道理一直咧求，到尾啊若不自愿，心必有邪。吼，这是古经安尼讲的。是爱咧，毋是去问别人，是重点爱回头问家己啊，做得好不好？哦，重点是回归家己，毋通错用心，毋通失了这个焦点啊，这个焦距毋通去控对的，互我感受的。圣灵伊之所以成为圣灵哦，因拢问家己反求诸己，所以尧帝啊，能够尧风顺利，尧帝当时呢，伊的百姓有人偷摕物件，啊，当然偷摕物件就要处罚，尧帝就安尼讲，是我甲教无好，所以使得伊去共偷摕物件，啊，当国家发生移民旱灾的时阵，尧帝安尼讲，是因为我无对，所以上天啊，你茫惩罚百姓，应该来处罚伊家己的。这一个圣灵有德的人，有道的人，伊这个思维甲新逻辑都不一样，所以言有不得反求诸己。要回心回光返照，这呢，我要以注意前面参考。啥物代志无法度达到圆满的时阵，这是师尊也有来讲，要回心，啊，是咱众生呢，敢是比说这个敢久啊？咱这个心啊，拢很多心，啊，拢用外去，啊，心拢复杂。伊讲爱回心，所以咧。点着属于福德啊，伊就安尼点着属内面就安尼讲，恶目要回光，一点真太阳。咱安尼甲咱讲爱闭目吼，爱关注照，因为这个回光返照，咱先行才会敢照家己呢。咱若无回光返照，真正看袂清楚家己，互啊咱咧想。面若乌啊，若无照镜，若无人甲讲敢查乌，绝对毋知。啊，修学道同款哦，咱道理咧听，因为要正直的解决，若无透过反省，无透过反求，家己的脾气毛病，因为可能惯习久啊，这个也真咱足欠缺的。咱会当一工讲出一别人的啥物人，某人安怎。足少去探讨家己，我的心是毋是离圣灵先加近啊？啊，就有跟一个兄弟姊妹需要关心，我毋知有去参与无，我毋知有去关怀无。但这个物件我感受的感觉讲，这是我家己自我忏悔啦吼。感觉即摆咱拢做无互合，感觉做无好。啊，拢会向别人，吼，我目睭看对别人的，啊，怎么变成外口什么一个草动？
主所基为行啊。那君主所基为行，伊心安住伫遐，伊心安住伫遐，地受外口的即个因缘五行引动，所以互我嘛以自为这个大重点，毋是互我做到，就是因为互我做无到，应该爱搁加忏悔，因为咱做无到，咱可能咱的言语上，毋知有合乎理无，毋知有正确无，咱的行为上，毋知有叫兄弟姊妹感觉，咱要安尼搁再做一个调整。真正有智慧的人，毋是向外，真正咧真修的人是向自心，自心家己自我调整，自我反省。